各位大家好，我係 Darius， 今日就繼續講 Zi-O 嘅故事。喺朝九晚五堂，4個異魔神喺度食飯，莊吳感到好疑惑。圖塔羅斯解釋希望叔公幫手收復 Danliner， 叔公亦都應承咗。喺另一方面，柯拿將 Another 嘅力量俾咗托也。Another 襲擊 Danliner， 機子變身成機子阻止佢。Zi-O 同窩子都加入戰場，轉用 Trinity 嘅力量。突然 Zelorlighter 闖入，鷹井佑斗提到 Zi-O 係最惡劣嘅魔王，之後變身成靈王攻擊 Zi-O， 但係中途轉向攻擊 Another， 打敗咗佢。柯拿就帶佢逃走。喺另一方面，遠藤拜託異魔神幫助托也。喺圖塔羅斯嗰邊，佢變身成機子，展開攻勢。異魔神中途協助，莊吳想幫手，用上 Trinity 嘅形態打向靈王。靈王都轉換成 Vega 方，打向 Zi-O。喺呢個時候，叔公騎住 Danliner 嚟到 ，Zi-O 用 Time Break Burst Explosion 攻向靈王。但係 Another 趁機上咗列車，返到過去。異魔神亦返到過去。圖塔羅斯就將 Dale 嘅 Watch 俾咗莊吳，其他嘅 Watch 產生共鳴，合二為一變成 Grandor Zi-O。之後佑斗出現，解釋佢係魔王。圖塔羅斯就搶返 Dale 嘅 Watch。返到朝九晚五堂，遠藤解釋小百合係佢嘅女朋友。而托也係小百合嘅細佬，當年遠藤帶佢女朋友出院，所以先令佢病情惡化。托也亦都因此怪罪於佢。喺2017年，機子佢哋到咗，圖塔羅斯變身銀河形態攻擊，機子都揾到 Another 打向佢，再轉用疾風形態攻擊，但係被擋下，俾佢逃走咗。喺醫院，莊吳解釋內情，遠藤係因為照顧托也嘅心情，冇透露姐姐嘅病係絕症，寧願自己孭起所有嘅責任。喺瞭望塔 ，Another 攻擊莊吳，一大堆嘅異魔神合作。途中，莊吳終於得到 Dale Watch， 再次得到 Grandor Zi-O 嘅力量，佢變身成最強嘅形態 Grandor Zi-O。召喚 Beerus 同 Kuga 嘅 Rider Kick， 用上泰坦劍斬向 Another， 轉用 Full Bottle Buster 射擊，用上 O's Rider Kick。戰鬥途中 ，Zi-O 幫手召喚07年嘅電王，佢用上 Climax Form 攻擊異魔神，最後用 Charge Up 消滅佢哋。Zi-O 用上 All 20 Time Break 將 Another 打敗。喺瞭望塔，姐姐解釋係自己嘅願望，唔好怪責遠藤。托也亦都原諒咗佢。喺未來，逢魔時王出現，希望同 Grandor Zi-O 一戰。以上就係今日 Zi-O 嘅故事。如果鍾意呢條片嘅話，可以 Like、Share、留 comment 或者 subscribe 個 channel， 撳隔離個啷啷，或者donate follow IG，我哋下次見。